政府公布授勳名單，一共有466個人獲頒授勳銜同嘉獎，其中3個人獲大紫荊勳章，包括陳健波、劉遵義同林廣少。今年嘅授勳名單人數較去年多39人，獲頒最高榮譽大紫荊勳章嘅有3個人，包括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陳健波。政府讚揚佢長期積極參與公共服務，為香港出謀獻策，貢獻尤深。尤其喺擔任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近7年期間，成功帶領委員會通過政府撥款建議，堅定維護民生福祉。知名經濟學家劉遵義，政府指佢多年嚟推動香港金融服務嘅國際競爭力，曾擔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，為香港出謀獻策，亦曾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，並推進深港兩地高等教育合作。至於銀行家林廣少，政府話林廣少喺香港銀行業工作超過60年，成就超卓，又善用佢嘅商界人脈，協助香港同外國企業同內地建立合作關係，貢獻殊偉。另外有8人獲頒金紫荊星章，包括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兼立法會議員陳克勤，政府讚揚佢多年嚟盡心竭力服務香港。而中大校長盧煜明、醫管局主席范鴻齡等同獲金紫荊星章。政府同時向宏福苑火災殉職消防隊目何偉豪追授金英勇勳章，表揚佢英勇無畏嘅高尚情操。19人獲頒銀紫荊星章，包括多名立法會議員陳恒鑌、黃國、劉智鵬同姚祖輝等。前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陞亦獲頒銀紫荊星章。政府表揚佢對提升香港公營醫療體系同保障市民健康建樹甚豐。獲銅紫荊星章嘅就有40人，包括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鄺美雲、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霍啟山等。政府表揚佢哋喺公共及社會服務、體育文化發展等方面貢獻良多。行政長官李家超祝賀所有得獎人士，感謝佢哋為香港作出重大貢獻，希望佢哋繼續喺相關範疇盡展所長，服務社會。勳銜頒授典禮將於今年稍後時間舉行。防衛視記者陳錦燕報道。